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我嘅頻道。今日同大家評測最新嘅藍姆 Pad。呢隻藍姆有固定 B 狀態，極足重要極高。雖然身高得170厘米，但係換嚟超靈活嘅手感。佢默認位置有 LB、RB 同埋 CDM。不過坦白講，佢絕對唔係一隻人人啱用嘅角色。所以今期影片我會分享一套最完美嘅家電方案，再同你分析最適合佢嘅陣營，幫你發揮佢真正嘅威力。未訂閱嘅朋友記得先點讚、訂閱我個頻道，以後有最新各式家電攻略，你可以第一時間睇到。事不宜遲，大家可以直接截圖保存我呢套家電058878，搭配89卡比魯教練嘅加成，額外增能減敏捷，藍姆嘅總評可以衝到107呢。點解要咁加呢？因為可以將佢優勢發揮到最大，速度同埋加速可以去到93，搭配課金技能高速回防，回追速度極快，防守3項平均高達95。你可能會擔心積極性會唔會唔夠？其實積極性主要影響 AI 自動升腳嘅頻率，防守意識同埋搶斷超過90，會令到藍姆喺邊度嘅攔截能力一樣非常出色。但係因為佢嘅身高同埋腳長嘅關係，比起杜林呢啲防守型閘位就會爭咁啲。講完防守到進攻，呢隻藍姆雙傳都有91，搭配課金技能急墜傳中，佢最核心嘅打法就係落底橫傳或者45度角傳中。如果你嘅 CF 有夏蘭特、C 朗、伊巴依啲高佬，先可以發揮呢隻藍姆最大嘅價值。不過大家要留意佢一個致命缺點，就係佢得170厘米。因為模型太細，我完全唔建議你將佢攞去打防中，因為身體對抗好蝕底。同樣道理，打4後衛嘅左右閘我都唔建議。一嚟進攻型閘位容易失位，二嚟對手好容易起高波屈你頭槌。呢隻藍姆最適合嘅打法就係3中堅入邊嘅左右閘。有後備3個中堅幫你補位同頂波，可以彌補佢身高模型唔夠嘅問題。加上佢有95嘅體力，絕對夠佢由頭跑到落尾打足90分鐘。最後記得幫佢補齊呢啲技能，包括2次足球、加重傳球、低空傳球、釘人同埋壓迫。最後我對佢嘅評價係第一左右閘。如果你有上一個版本，其實差距唔大，可以唔使抽。跟住第二隻嘅球員係高路士，佢身高184，只可以打中鋒。我嘅推薦加點係5087812-7。作為一個配菜，我認為佢嘅能力完全唔夠。佢嘅數值同埋定位非常尷尬。論速度，佢完全唔夠麥巴比、伊杜奧呢啲快馬跑。跟住頭錘都唔會夠 C 朗、伊巴呢啲高大嘅高佬頂。跟住身體對抗都冇蘇亞雷斯或者杜奧巴咁硬淨。簡單啲嚟講，佢就係一個平庸冇亮點嘅球員，千祈唔好為佢浪費金幣。最後我對佢嘅評價係 C 級。最後一名球員就係當年喺決賽一腳令美斯遲咗8年先封王嘅人，國斯。國斯身高170厘米，雖然可以客串 CF、LWF、SS 同埋 AMF 多個位置，但係因為佢嘅風格係墮後前鋒，同埋佢嘅課金技能係無定型傳球，所以我淨係推薦佢打 SS。加點係4、7、8、10、11、1。如果放佢打其他位置，無論係風格定係對抗模型，關鍵數值都唔太夠。但係問題嚟啦，隻 game 入邊嘅 SS 位置根本就係神仙打交，例如比利、告魯夫甚至美斯都比佢更加出色。所以如果你嘅陣容本身有頂級嘅 SS， 佢基本上就對你冇乜作用。但係如果你係一個新手，或者陣容入邊冇一個強力嘅 SS， 其實都可以攞佢嚟用下。最後我對佢嘅評級係 B 級。今期影片就去到呢度，多謝各位觀看，拜拜。